今仔日小可凉冷，寒人浸温泉会互感觉不哩爽快。伫台南有真出名的关仔岭土梅温泉，也若伫南西嘛有人讲是美人汤的孤单温泉，两边拢有真水的景观。过年连假是啥真侪游客去遐行搭。 互人讲有真特别的土麻温泉，台南关仔岭温泉早就已经真出名。浸咧这区温泉，唔但当互血液循环正顺，嘛通互皮肤更较筋骨，也佫互人学了讲这是天下第一人泉。就会那种肤质就会感觉很骨溜这样子。啊，泉质本身呢，感觉呢？对，还不错啊。虽然讲这是老牌温泉区，寒天一定是真侪人会来。不过若是要度过热天的小月，就有业者开发温泉水的热能功能，佮有囡仔的生水区，嘛有包围起来的收水池和山南的风景，希望吸更较侪游客来关仔岭行搭。 这边环境很干净啊，然后也是很新。虽然有泥浆温泉、有 SPA、无边际用纸、蒸汽烤箱，但是我们还有在落雨松区都有车泊区。一个报告，两个来到，除了关仔岭土梅温泉名声真透，台南的南西区嘛有孤单温泉，过去互叫做是美人温泉。伫日本时代就有这个温泉，伊的来源是对孤单客引来的。 一直到这几年，才豆豆开发做温泉休闲区。这边主要是玉泉型的碳酸泉，泉水清清，无臭味，嘛是同款会当甲皮肤洗好油油，看起来筋骨筋骨。所以有真侪游客拢会想讲，秋天寒天的时阵来这浸一下，觉得很放松，就是蛮喜欢的。对血液循环啦、全身的循环、个人身体上有一个改观。那我们这边是属于比较无色的温泉，对，各有喜好。 对，消费者可以比较有多的选择，加上龟丹温泉地理位置、交通蛮方便的。台南只有天然的主管，长久以来伫温泉这地成绩拢真好，那得到全国10大好温泉的冠军，嘛连续9年得到优等。市府当咧认真打造关仔岭甲孤丹两大温泉品牌，串联周边的产业，伫寒天冷死死的时阵，行一抓白河关仔岭，也是南西孤丹温泉。来台南唔来当互民众食到甜不不的食物，也当体验。 小呼呼的台南温泉，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